為宣稱建興起對網絡法對網絡創作者利大於害，以對錯校分裂為正方式羅薩書院，反方英華書院。現介紹雙方辯員，正方主辯及結辯潘莊元同學，正方第一副辯謝希賢。正方第二副辯周巧傑，反方主辯謝日希同學，反方第一副辯朱子晴，反方第二副辯曾志樂同學，反方結辯陳志亨同學。我哋今日好榮幸喺答題之中，邀請到3位喺答題之中共同出席，擔任是次比賽嘅評分工作。佢哋分別係喇沙書院中文語隊前隊長譚仲文先生，香港浸會大學中文辯論隊前隊員方健鋒先生，將軍澳官立中學中文辯論隊教練張老賢先生。現宣讀賽規，雙方主辯法定發言時間為4分鐘，副辯法定發言時間為3分鐘，結辯總結法定發言時間則為4分鐘。先由正方主辯發言，然後再到反方，如此類推。當反方已副發言完畢後，會進入台下發問環節，隨後進入自由辯論環節。當自由辯論環節後，雙方有2分鐘時間分結辯作準備總結。當準備時間過後，會先由反方結辯作結，再由正方結辯作結，之後進入幫拖環節。各辯員須於發言前向主席示意，待計時鳴鐘後開始計時。辯論員須於鳴鐘後才發言，發言時間以主席計時器為準。各辯論員法定發言時間前30秒，計時員將按鐘1次。議事發言時間須餘30秒，法定發言時間終止時，計時員會連續按叮2下。示意辯論員需要盡快結束佢嘅言詞。喺法定發言時間15秒過後，即係第16秒，計時員會連續按叮3下。即該隊被扣分，扣分制度如下：法定發言時間終止15秒過後，每過5秒，評判將於該辯論員於該發言數嘅分數扣除6分，如此類推，不足5秒當5秒計算。一位辯員最多可以被扣至0分。比賽進行時，嚴禁台上辯論員與台下觀眾作任何形式嘅溝通，違例者將會被取消比賽資格。台下辯論員可以使用電子設備，但不得與台上辯員、教練或觀眾作任何形式嘅溝通，違例者將會被取消比賽資格。比賽一切發言均以粵語為準，為人名、書名及專有名詞可以使用外語。比賽中如使用外語，除以上3種情況外，評判可以對該隊扣除1至6。發言均不得作人身攻擊或誹謗。現宣讀雙方所使用嘅 Q 卡，正方發動咗細胞分裂，因此佢哋嘅主辯同結辯會為辯員作錯；而反方發動咗強制隔離，因此反方嘅所有辯員都會分開作錯。反方亦都發動咗賠隨離走，因此佢哋嘅2張賠隨離走，所以佢哋嘅台下辯員會同教練一齊作錯。請問
問雙方對賽區有冇任何疑問？如果冇嘅話，先請正方派出代表進行示威。主席、評判長、各位大家好，我謹代表成華晒書院感謝3位評判沒用出席並擔任是次嘅評分工作，亦都感謝友方同學喺呢幾日同我哋一齊用心準備呢一場比賽啦。而今次亦都係我方3位台下辯員第一次獨立去出一啲台下嘅問題啦，所以希望今次我方台上同台下嘅辯員可以為大家帶嚟一場精彩嘅比賽。多謝各位。跟住落嚟有請反方派出代表進行示威。各位大家好，所以我方就多謝3位評判可以喺百忙之中抽空出席去睇呢場比賽，希望可以俾多場好睇嘅比賽俾評判。再多謝友方同學同我哋一齊一樣都係用咗咁多時間去準備今場嘅辯題。最後都好多謝友方同學可以同發動呢個換人反彈咗我哋黃思考我哋自己換翻人嘅感覺係點樣。多謝各位。現有請正方主辯對台前發言，你有4分鐘發言時間，最後有權力提示事宜。主席、評判長各位大家好，喺討論辯題之前，先為辯題重要字眼下定義。根據 YouTube 創收政策，視頻長度3分鐘以下嘅影片稱之為短影片，而網絡創作者指嘅並唔單止係影片創作者，更加包含網絡文學創作者、部落客、網絡紅人等。而回歸辯題本身，其實早於2013年 Twitter 就已經推出 Vine 以6秒嘅回圈影片開創咗短影片呢個概念，但當時礙於種種原因，短影片未能走入大眾視野，一直去到2018年抖音推出短影片嘅熱潮喺一夕之間捲集全球，富有記憶點嘅手勢舞、劇情新奇嘅短劇、洗地氈等療愈影片成功吸引大眾視線，成為熱潮，亦吸引更加多人拍攝短影片。而隨住短影片崛起 ，YouTube、Instagram 等平台都推出咗 YouTube Shorts、IG Reels 等功能，滿足大眾嘅需求，進一步令到短影片成為現今流行嘅趨勢。而要衡量辯題成立與否，就需要審視短影片嘅興起能否為整個網絡創作行業帶嚟新嘅突破，並使其更為多元。而我方正立辯題原因有2：第一，吸納更多人才，激發創作思維。回顧過去，網絡影片平台多由長影片主導，大眾如果想投身影片創作行業，就必須具備更加繁複嘅剪接技巧，以及係好嘅攝影器材，以確保影片嘅質量，使其能夠突圍而出。故此，面對製作長影片時需要花費嘅大量金錢同人力，唔少人卻步不前。反之，短影片嘅創作門檻較低，大多只係需要一部手機、一個人就可以開始創作，節省咗大量嘅人力同成本，從而令到新手網絡創作者都可以有機會踏足影視界。就例如係網絡創作者星爺，作為一位小學生，星爺並冇任何專業嘅拍攝器材，而喺 YouTube 上載長影片，亦都冇令到佢爆紅。但隨住短影片興起，星爺開始拍攝 Reels， 上載簡單嘅笑話短影片，最後成功爆紅，喺 Instagram 坐擁11.8萬粉絲，係 YouTube 訂閱人數嘅10倍。再者，隨住行業人數增加，唔同網絡創作者都根據自己嘅生活以及興趣，創作更加多唔同嘅內容，令到網絡創作嘅題材更趨多元。除卻以前就有嘅網劇、微電影嘅題材，1分鐘科學、香港揾食日記等，亦都慢慢進入大眾嘅視野。甚至一啲補習老師，例如係姚正，亦都透過 Reels 分享補習趣事。可見短影片降低網絡創作嘅門檻，吸引更加多人才加入，令到創作者有更加廣泛嘅創作空間。第二，貼合當代需求，吸引更多流量。審視現況，科技日新月異，世界迎嚟資訊爆炸嘅年代，人類嘅注意力亦都隨之下降。根據微軟喺2016年嘅報告顯示，人類嘅平均注意力只係剩低8.25秒。故此，較之普遍長度10分鐘以上嘅長影片，快速、精簡同傳播率高嘅短影片就更加貼合大眾嘅需求，亦都更適合喺快節奏嘅社交媒體環境中分享同傳播。根據 YouTube 2021年報告顯示，YouTube
YouTube 每日有大概50億影片被觀看，其中70%係 YouTube Short。面對短影片客觀嘅點擊率以及廣泛嘅傳播範圍，唔少創作者都開始運用短影片宣傳自己嘅作品，藉此吸引更多觀眾。就以著名台灣 YouTuber 做 Man 為例子，佢表示佢嘅 Instagram 帳戶因為短影片嘅關係，追蹤人數比之以前有明顯嘅增長。可見短影片可以幫助網絡製作者吸引流量，令到佢哋嘅作品被更加多人睇到。多謝各位。正方主辯所用時間為4分02秒，未有過時相扣分。現在請下方主辯到台前發言，你有4分鐘發言時間，準備有時間嘅小事宜。主席、評判各位大家好，聽完有方主辯發言，唔難發現兩大問題。第一，偷換概念，有方主辯指出，短片容易傳播同埋製作門檻低，但係呢啲利處唔係辯題短影片興起所帶嚟㗎，因為無論多人用又或者少人用短影片都會存在。例如喺興起之前，製作公司都可以基於製作容易嘅原因而製作預告短片，因此有方呢啲建基於短影片本身嘅利處係並唔成立。第二，以偏概全。辯題當中要求論證對於創作者嘅影響，有方今日只係舉出一啲整體嘅狀況，例如話吸引更多嘅流量啦，但係冇論證到對於普遍創作者本身係幫到幾多。所以睇翻 Brand Checker 嘅數據，喺 TikTok 觀看次數1萬嘅片，只係賺到大概0.2至到0.5美元。有方冇論證到興起後對於創作者幫到幾多。回歸正傳，短影片興起可以解讀為更多人睇同人拍短影片。自2016年短影片 TikTok 成立後，用戶數喺2年之內升到1.3億人，而喺2023年更加升到去19億人啦。後來亦都有 YouTube Shorts、IG Reels 等平台。根據 Statista 以及媒體平台 Wordable 研究 ，TikTok 嘅平均影片長度為35至到55秒，而 YouTube Shorts 15至35秒嘅內容為最適合。而對應網絡創作者需要，根據英國娛樂雜誌 Exploded Magazine 指，成為網絡創作者嘅主要原因包括分享並表達自己。同時，根據克爾辛基大學嘅博士 Alan Savicko 對創作者而言，影片獨家使用權同埋版權係非常重要㗎。所以衡量辯題標準在於近年更多人創作以及收看短影片，能唔能夠促進創作者嘅創作多元空間以及版權保護上面。我方反對辯題原因有二：第一，創作空間變得單一，長影片創作者難以生存。短影片興起之後，令人更加追求短暫嘅體驗。美國西密歇根大學同埋中國貴州財經大學聯合研究指出，短影片刺激大腦多巴胺，令到用家更想去追求呢啲碎片化嘅短暫刺激。而加州大學資訊學系教授 Dr. Gloria Mark 指出，喺 TikTok 嘅短影片興起之下，每人嘅觀看集中力降至47秒，下降咗3倍，可見人對於觀看影片集中力係降低㗎。喺人大腦吸收咗更多短影片，令到集中力降低，用家對於觀看長影片嘅耐性降低，變相需要更加多長時間去分析影片嘅創作者，例如係歷史、學術解說嘅人，創作空間亦都會收窄。例如喺2024年同埋2023年相比之下，進行詳細解密嘅影片製作創作者 X 探員發布長片比例減少咗2.9倍，進行科普嘅老高長片比例亦都減少咗1.2倍。想問下有方多啲定係少啲創作空間係好事呢？第二，短影片興起之下，抄襲影片盛行，侵犯咗創作者。相比其他創作方式，短影片簡短嘅特點令到唔少人快速抄襲。喺短影片興起之下，網絡當中抄襲嘅短片數量不斷上升。例如中國短影片使用者達到9.34億嘅中國，根據2020中國網絡短視頻版權監測報告顯示，累計侵權短影片超過1600萬條喎，而獨家原創作者被侵權率高達92.9%，當中包括音樂、字體、內容侵權，可見喺短影片更流行下，連帶到更多短影片創作者受侵權。想問下有方啦，網絡上更多侵權狀況點解係有利於創作者呢？多謝各位。由於正方運動方我哋，所以暫停。現在開始。行到出嚟。我哋做一個。
就有呢一咁嘅好處。但今日有方第一個論點同我哋講話觀眾少咗耐性，都係建基於短影片本身所造成嘅弊處，所以請有方唔好咁雙重標準，同我哋講翻到底興起對於觀眾對於創作者有啲乜嘢影響。第二有方同我哋講咧就係話而家就算觀看率好高，都得好少錢賺。但因為今日睇緊嘅唔單止係平台俾幾多錢，更加都係多咗曝光率，就等於多咗廣告。咁想問有方，當佢哋有多咗曝光嘅時候，廣告費多咗，係咪對於創作者嚟講係一個利處？所以接住落嚟睇有方今日兩個論點。第一，今日有方同我哋講話咧，而家啲觀眾佢哋嘅注意力低咗啦，所以就唔會睇長影片。但係首先今日有方所講嘅嗰啲解說影片，但係我方都見到石蘭去拍一條2個鐘嘅心靈課程講解影片，都有好多人睇，都有過百萬嘅觀看人數。所以今日唔係完全冇人睇長影片。再者而家係咪冇人拍長影片？係咪有方同我哋講話而家啲人咧長影片嘅比率低咗？咁而家係咪冇人拍長影片咧？再者確立一點，有方唔中意嘅唔係短影片，而係唔中意短影片所產生嘅流量。但我方唔明白單純一個市場現象點樣構成一個弊處，所以有方需要解釋翻，就短影片嘅本質而言，點解創作方式多咗，平台多咗，但係多咗對於創作者嚟講係一個局限。就算我方推1萬部，所有創作者都走去拍短影片，但有方都識得講，創作者想要流量，所以去拍短片。難道呢一種唔係自身選擇咩？例如長影片比電影受歡迎，所以多人拍，又係咪代表住長影片局限住創作者，唔俾佢哋拍電影呢？如果係嘅話，有方咪覺得長影片都唔應該出現，大家淨係拍電影就係對於創作者最好呢？第二，今日有方同我講話侵權，就話短影片咧就鼓吹緊侵權呢個風氣，但見到係長影片電視劇呢啲都有侵權嘅出現，就連好似台灣 YouTuber 嘅阿 Jun 都有曾經揭露過，中國有一個B 站嘅博主就去不斷抄襲佢哋嘅視頻，所以見到嘅係根本從來唔係短影片所造成抄襲嘅問題，而係只要有創作就本身有機會造成侵權嘅問題。咁想問有方，點解既然短影片有侵權嘅問題出現，點解唔係去設立一個法案？點解唔係去監管，而係要去抹殺呢啲短影片嘅出現呢？而講到最後，其實短影片興起從來都唔係好似有方所講到嘅咁十惡不赦，亦都唔係強迫創作者喺長影片同短影片中間二擇其一，反而係要善用兩者嘅特性，做到相輔相成，令到創作者可以有更大嘅空間創作。就好似長影片就主要拍啲企劃類型、微電影等等嘅影片，而短影片就可以配合長影片嘅內容去拍攝一啲幕後花絮，又或者日常生活嘅分享。以往呢啲短片只可以擺 YouTube， 但又會因為唔夠10分鐘而無法盈利。但當短影片興起，大家就可以鼓勵緊啲創作者以短影片嘅方式製作同時長影片唔會製作嘅內容，唔會再因為影片嘅市場局限咗創作嘅發展。再想問有方多咗拍攝手法係咪更加有利佢哋嘅創作呢？多謝各位。正方第一副辯所用時間為3分，有冇時間需扣分？現在請反方第一副辯論發言，你有3分鐘發言時間，準備佢嘅請辭。我嘅賽會因為賽會俾咗多啲時間我打辯論比賽。評判在位，大家好啊！一副位置同大家睇下辯題嘅幾組關鍵字啊，拆解有方謬誤。首先短影片啦，有方由開辯到一副都同大家耍咗幾個小把戲，同大家講到短影片有幾多好處，又話可以吸納咁多人才，又話門檻咁低，差啲俾有方呃咗先。因為上特點喺未興起之前係已經同時存在啊，而唔係有方所講對應緊短影片興起啊，只係充其量講緊短影片本身嘅好處嘛。你主辯講話易整咗創作者更大空間，等等先，以往都有短片啊，你主辯識得講2013年曾經推咗個 YouTube Shorts 嘛，咁按你咁邏輯嗰陣時短影片已經可以門檻降低咗喎，呢啲根本就唔係興起，呢啲係咪興起好處？顯然唔係啦。打個比方說，有方唔可以話身心健康係普及化嘅好處，因為普及與否，身心健康嘅好處依然存在啊嘛。之後有方講到話啦，短影片興起會令更多人睇短影片，但等陣先，有方講緊嘅只係演算法啊，演算法喺短影片興起之前已經存在啦。你所講嘅演算法好處根本就唔係短影片興起。今日辯題講短影片興起對於網絡創作者嘅好處嘛，關唔關多張人事先？你搞清楚演算法只係你睇乜，佢推介翻啲乜嘢你睇先？100個人睇同1個人睇都會一樣喎，呢啲根本就唔係短影片興起嘅好處啊！你所講嘅多人睇，只係描述緊事實，你冇論證，冇解釋清楚，呢對於網絡創作者嘅好處係乜嘢？對市場、對網絡創作者有咩好處咧？麻煩有方二副位置同我哋解釋清楚啦。
第二，興起更甚嘅係有方今日話創作者想多啲人睇，不斷講多人有個好處，例如觸及高率。有方只係不斷描述嘅興起嘅狀況嘛。就算多人睇咗，其一競爭力大咗，唔代表更容易生存。其二啦，我方主編問有方普遍創作者賺好少錢，有方冇答到啊。更甚係睇翻數據，有3000萬訂閱嘅 YouTuber 先 Candy 就話自己 YouTube Shorts 只有1120萬次觀看，只係賺咗536.74美元啊。對比翻更長嘅影片，長片 YouTube 每月有400萬次觀看，顯然喺呢個3倍數字下，反而帶嚟嘅利潤係多差唔多成每月3萬美元啊。所以有方呢點解釋唔到？你一副講話平台嘅好處，以前都有平台喎，你要解釋翻點解多咗平台就會更多人受惠啊嘛。反而我方同你睇得宏觀啲，多平台嘅話，即係多人拍攝啦，多人拍攝咪多人競爭咗咯，當競爭咗嘅時候咪少賺錢流量咯。所以呢一點有方通通都解釋唔到。第三位創作者啊，睇翻 YouTube 有個頻道叫做李宗恒，有600萬人係佢拍攝嘅影片有訂閱者，佢本身有咁多情況底下，我哋睇翻抄襲，有個抄襲頻道連頭像影片每時每月都只係抄字嗰啲，抄翻嗰啲片已經有30萬人睇啊！所以觀眾從來睇嘅唔係創作者本身邊個原創，係睇佢哋嘅內容嘅啫。所以而家推出咗多人短片嘅時候，主編講到啦 ，Dr. Gloria Mark 以及密歇根州大學指出啊，集中力亦都會有個高溫嘅人高溫睇長片嘅集中力，可以同時睇長同埋短嘅影片。但係而家當集中力都下降嘅時候，變相我哋只係睇短嘅影片，因為冇集中力睇長嘅片，所以今日辯題理不成立。多謝各位。打波第一副辯所用時間為3分0秒，未有過時無需扣分。現在有請正方第二副辯論台做答。幫緊你。發揮
睇成效自然就會翻倍，所以有方唔好再混淆視聽。第二，有方同我哋講話咧，抄襲嘅問題好嚴重，但係今日咧，無論係書定係影片定係長影片定係微電呢啲，通通都有呢啲都有呢啲抄襲嘅問題啦。所以我哋要解決呢啲抄襲問題，就應該係用版權法去解決，並唔係抹殺一個平台嘅存在，而去解決有方所講嘅呢啲咁嚴重嘅問題。再者嘅係，其實事實上根本就冇有方講到咁誇張。我方見到嘅係短影片嘅興起，有好多新嘅影片題材，例如係記錄自己喺文憑試嘅度數、100日嘅生活，又例如係一啲挑戰一啲1分鐘嘅教學等等，呢啲都係短影片之後新嘅內容。所以可見嘅係當短影片興起，有都唔同好多唔同新嘅內容，並唔係有方所講全部都係千篇一律，全部都係抄襲。所以而至於點解有方覺得千篇一律，只不過係有方中意睇嗰啲演算法不斷推嗰啲內容俾你，所以佢最根本有問題就係演算法嘅錯。所以有方咪覺得咧，所有平台唔再用演算法就可以解決到所有嘅問題咧。有方今日同我哋講話咧，而家因為啲 YouTuber 因為拍長影片啦，所以唔再拍短影片啦，所以個創作空間就會變得單一。但有方今日咧問過有方有冇其他嘅例子，有方都係從來都冇交代過。但我方今日見到嘅係就係好多 YouTuber 都會利用短視頻短影片去宣傳，或者係玩啲小遊戲咧，去宣傳佢哋自己嘅長影片同埋宣傳自己嘅頻道。就例如係小薯茄啊，都會以短影片嘅模式去拍雪櫃冷笑話或者小遊戲。又例如係 FX Production 都會上咗一啲片段嘅精華遊或者係搞笑嘅小劇場等等，佢哋通通都冇放棄拍長影片。唔明我方唔明嘅係究竟局限咗啲咩？我方就係見到嘅係佢哋有多一個渠道去宣傳，多一個渠道去創作，令佢哋多咗人認識，多咗人去點擊佢哋嘅影片，令到佢哋嘅訂閱數量高咗，多咗人流量，賺多咗錢。所以講到最後咧，有方得翻最尾一個論點就係覺得覺得冇人覺得短影片有人睇都冇幫助，因為佢哋會多咗競爭。但係短影片嘅創作者收入同埋業配喺短影片興起嘅之後咧大幅提升。所以根據 HubSpot 嘅報告顯示，98%嘅營銷人員決定增加短影片行銷嘅預算，令 TikTok 短影片嘅業配收費比 YouTube 最高嘅業配收費多成1/4。所以當而家短影片嘅成本低，但收入比長影片高嘅時候，正正係證明咗短影片呢個平台令到更加多創作者都可以賺到更加多嘅利潤。多謝各位。正方第二部辯論時間為3分，未有過時數9分。現在請反方第二部辯論你有3分鐘發言時間，準備好提出請示意。我嘅賽會，因為呢個賽會俾咗一個好好嘅機會，我哋打8強。如果我哋再打多一個咧，就可以攞成座山咁高嘅獎杯啦。主要評判賽各位大家好啊！你要義夫位置，不妨由網絡創作者角度嚟分析啊。頭先有方人同我哋講，義夫又開咗個新論點喎，同我哋講咧，做呢個短影片咧可以增加收入，甚至係支持者啊。但係我哋睇翻啊，原來短影片係會令到網絡創作者更加難賺錢喎。點解咧？原來喺 YouTube 上面，短影片得到1000次觀看嘅收益，只有長片同類觀看數字100先收益啊。以 YouTube 收益最多嘅 YouTuber MrBeast 為例咧，佢有一段4億人觀看嘅短影片，但佢就只可以賺到8萬美金。如果佢係喺長片有同樣嘅收視咧，就會賺到800萬美金嘅收益啦。所以有方頭先同我哋講話，多一個媒體就會多一個賺錢機會、賺粉絲機會，其實就係一個畫風謬論咯。邏輯就等於，如果你今日同我講話，我出多一次街咧，就會多一個死嘅機會咯。所以今日有方係冇理會過短影片興起之後嘅實際市場係點啦，競爭其實係多咗，利潤亦都會更加少，整體獲利嘅機率其實都係下降嘅。所以利弊比較啊，我方已經喺收益戰場同埋呢個喺拍片方面儲粉絲嘅呢一個市場已經確立咗個弊大於利啦。頭先有方又同我哋講話呢一個，我哋可以喺呢一個拍短影片嘅時候咧，就可以獲得呢個嘅收視率啦，同埋會有呢個創作自由啊，因為短影片提供咗一個新嘅媒介咯。但係我哋回顧翻先，其實以前未興起之前，人咧有更加多嘅集中力，呢一個都係有方頭先同我哋講。另外啦，喺未興起之前，其實人已經可以拍短視頻，即係嗰陣未興起，冇更多人睇咯。所以今日有方頭先有同我哋講，而家門檻降低咗啦。其實咧就係正相反啊！而家越嚟越多年青人咧就諗住揸住部手機咁啊拍啲嘩眾取寵嘅片，就攞嚟做呢個短視頻，就會吸到所謂有方所講嘅流量。所以頭先主片亦都有論證過啊，觀眾係追求呢一個碎片化刺激，所以令到而家一啲長
創作者冇人睇啊，短片咪爆紅咯。更進一步啊，短影片興起令到越嚟越多年青人覺得網絡創作者係好容易做，所以咧喺上年5月，一班喺 Instagram 叫白卡聯盟嘅人嘩眾取寵，竟然破壞黃家駒嘅墳墓。最好笑嘅係呢一班為求短視頻爆嘅效果而做埋啲為非作歹嘅人，竟然會有3萬訂閱咯。所以裁判官最後裁判嘅時候咧，就發現原來呢個15歲嘅男生係為咗博取知名度而做呢一啲行為。所以咁樣嘅創作咧，其實就係因為網上嘅需求，一啲觀眾口味而被迫改變，並唔係嗰個人真係想拍。又例如頭先有哥所講嘅小薯茄，其實有冇諗過呢啲小薯茄根本就唔想以呢一種形態嚟拍自己玩遊戲，佢哋想拍嘅係一條長片啊！所以咁樣嘅創作係咪有自由？係咪有空間？有方都需要解釋下。最後係抄襲情況，頭先有方咧就話我哋雙重標準，但係其實睇翻咧，我哋而家發現係短影片興起之後，抄襲情況嚴重咗好多。所以咧，我哋仲有32.1萬嘅網紅喺 Instagram 上面，原來全部劇本都係抄。所以今日有方嘅戲珠其實不值一提，所以辯題理應不成立。多謝各位。第二次辯所有時間為3分12秒，有個時間上扣分。最後係下法律環節，雙方共有3次台下發問機會及3次台上答辯。台下發問及台上答辯均有1分鐘，上餘30秒會按鐘1次。本環節不設停鐘時間，當發言時間用盡後，主席將即時中斷其發言。喺每一次答辯時間，答辯一方只能夠派出1人發言，不可另作補充。同一辯員不可回答全部問題，而出現第3條問題由同一人回答的情況，主席會喺答辯前先提醒該辯員。如答辯方堅持由該人回答，則最多可以獲得該輪答辯之1分數，即係15分。台下發問者必須發問，發問者無權要求誰人作答，而假若發問者冇提出問題，發問者得0分，答辯方得該題之滿分，無須作答。如有抗議，會由評判作最終決定。請問對錯雙方對台下發問環節賽規有冇任何疑問？如果冇嘅話，請正方派出第1條台下發問，你有1分鐘發問時間，準備好對計時事宜。各位大家好，今日有方話製作門檻低，唔需要大量人力物力去創作，唔係興起所導致，所以有方唔反對短影片係有呢一啲特性。咁好簡單，過往只有長影片嘅時候，呢班新嘅創作者根本冇可能加入。即使過往有短影片，但呢班新嘅創作者根本無人問津。所以當今日新影片、短影片興起咗，呢班新創作者先可以加入，先可以被看見，甚至在座各位有心想拍都可以加入嘅時候，係更容易可以拍短影片，更容易被看見好，定係門檻越高越難可以拍短影片更好呢？多謝各位。現在下方有1分鐘準備時間。各位大家好，所以頭先咧有方問我方咧，究竟門檻高定門檻低會好啲？我方定話係門檻低會好啲嘅。創作片嘅時候，點解啊？因為咧佢哋容易啲創作，但係而家我哋今日要睇嘅並唔係佢哋，因為有方都自己識講，曾經佢哋都可以自己拍短片，所以曾經一直2012年開始門檻已經好低㗎。所以今日咧，但係而家我哋而家係咩？啲長片嘅人都要去拍短片啊？點
點解？因為我方主編都講咗佢哋嘅專注力唔夠啊嘛，所以咧以前我哋可以睇到嘅係長片，無論由3秒去到10分鐘，去到1個鐘都睇到。但係而家專注力去到47秒嘅時候，我哋淨係可以睇47秒以下嘅片。所以對於一啲長片嘅創作者，佢咪淨係要可以，所以對於一啲長片嘅創作者，佢哋咪弊處大咯，因為佢哋根本上冇可能喺好短嘅時間拍到一啲好有深度、好有內容嘅影片咯。所以多謝各位。有請下一個排第一題嘅發問，第一分鐘發問時間，準備好請計時示意。有方副話多咗曝光就都多咗廣告機會，但實際數字普遍創作者賺到幾多錢，通通冇交代。有方有舉出石蘭嘅例子，但舉一個已經紅透半邊天嘅頻道出嚟，流量自然會突然下跌。論證過分粗暴，更重要嘅係有方根本冇交代過石蘭嘅頻道有冇因為短視頻嘅興起而多咗人訂閱。反而我方提出嘅老高同 MrBeast 嘅例子，證明咗長影片嘅生存空間越縮越細。去到最後，有方主辯認為辯題標準在於行業多元發展，但一副又講到其實大勢所趨為求流量，全世界去拍短影片都冇問題喎。所以有方係咪認為覺得長影片越少，發展就越多元呢？多謝各位。現在正方有1分鐘準備時間。有請正方同台上回答。各位大家好，今日有方最後問我哋係咪長遠片越少就等於越多元？唔係，但我方唔係係咪長遠片越少就越多元？唔係，但我方知道係創作類型多咗就一定係咁多元，因為見到係短影片嘅產生就可以令到創作係而家唔受市場限制，唔使話一定要夠10分鐘先可以盈利。就好似我哋嘅會有世界認真組織、雪櫃冷笑話等等，呢啲都係長影片做唔到嘅內容，所以見到嘅係長影創作類型多咗，一定係有內容更加多元。再者今日有方同我哋講話石蘭本身已經好紅啦，但係有方自己講話而家冇人睇長影片啊嘛，所以我方先同你講話石蘭就算製作長影片都有人睇。如果今日有方講到短影片嘅影響咁大嘅時候，點解仲會見到咁多長片人睇咧？再者就講唔講石蘭啦，臭青年荼毒室呢啲嘅長影片都有人睇緊嘅時候，有方要同我講到底短影片對於長影片創作者而言有啲乜嘢咁大嘅弊處？係咪有咁大嘅弊處咧？多謝各位。現在有請反方排正方排第2題發問，有1分鐘發問時間，準備有請計時示意。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今日有方同我哋講話啲創作者拍短影片賺唔到錢，但我都唔清楚有方究竟喺邊度見到啲創作者賺唔到錢。簡單問大家，打開 IG 見到啲 KOL 嘅 IG views， 你會覺得佢哋有冇錢賺呢？其實資料話俾你聽，一條10秒嘅短片可以賺成500幾美金，簡單一條片我一日可以拍成10幾20條，5000、1萬美金一日喎，即係港紙38000至7萬。定係有方覺得一日揾成38000蚊都係少？若然有方覺得一日揾38000咁都叫少嘅話，要過幾多先叫多呢？多謝各位。現在反方1分鐘準備時間。
在位大好，有方問我哋3萬8夠唔夠？我方覺得夠，但係等陣先，以前拍長片都可以賺得更多嘅時候，喺有更多情況底下，你會選擇拍更多定拍入更多嘅收穫，定係更少嘅收穫咧？睇翻資料 ，Think Media 啦 ，YouTube Shorts 嘅酬勞並唔高，因為短片獲得1120萬嘅觀看嘅時候，只係得536.74美金先。但係同時間，如果我哋拍長片400萬個觀看次數，已經帶嚟7.36美元嘅 RPM。一個例子唔夠，再俾多個你，我方主片呢個動作 Rank Tracker 1萬嘅觀看次數，只係得0.25美元到0.5美元嘅時候，呢啲係咪又係你所講嘅多咧？顯然唔係，所以你要論證翻啦，你係咪淨係覺得只係拍短影片先能夠獲得錢咧？顯然因為唔係，因為短影片誕生之前，長影片已經喺度嘅時候，有一樣有更多人獲得賺錢，所以辯題你已經成立，多謝各位。有請反方派出第2條反問，發問時間準備有請計時事宜。各位大家好，有方同學今日嘗試因果倒轉，話人類集中力下降，而短影片就貼合翻觀眾狀況。但呢一個只係論證到貼合觀眾，而冇論證到為何有利於創作者。其二，我方前場已經拋出研究，指人類集中力下降係因為短片，所以有方一副都知我哋討論多咗人拍係唔好。所以對比以前大家都有足夠注意力，短片同長片可以同時存在，而家只係睇短片底下集中力下降，有方一副仲話可以全部都係短影片都得，所以對應興起當中附帶極多抄襲，喺中國獨家原創都有92.98%先被侵權。你話有得監察，但咁想問短影片與興至今抄襲不別反式，你所講嘅監察方預計幾時做，減少到幾多嘅抄襲呢？多謝各位。現在正方有1分鐘準備時間。在各位大家好，有方今日話長影片發展空間越縮越細，同我哋講老高講 Mr. Beast， 我哋不妨睇睇老高過去10條影片嘅平均長度都係25分鐘，觀看次數全部都超過1000萬，甚至達到2000萬，所以有方口中嘅例子，實都見到長影片根本就唔會俾短影片所影響到。簡單問有方，今日試當真小船劇 FT Production 依然拍嘅長影片，但係觀看人數都不斷反升。想問係有方未興起嘅，定係根本短影片嗰啲未係唔夠興起，定係根本就唔存在有方口中嘅問題咧？現在校方有1分鐘準備時間。
咧，有方最後一條問題咧問我方咧，而家究竟我方覺得興起咗未？我方咧主辯開辯嘅時候咧，第一句定唔知係頭一版咧已經同大家講咗，我方已經講咗2018年已經叫興起咗短影片嗱，雖然唔知咧有方係咪咧所以有方咧冇聽到定咩？跟住咧原來有方自己都有講到，有方就話咧原來咧係咪短影片冇興起係咪冇人睇我方？但係有方主辯嘅時候開辯嘅時候同咗大家講，而家咧有50億人咧睇78%嘅YouTube Short 啫嘛。嗱，所以之後有方同我哋講咧，老高嗰啲嘢啦，老高而家都拍咗好多長片，但係睇清楚，2023年佔有老高呢個頻道嘅長片達到29.7%，但係2024年已經開始跌到23%啦。X 調查仲多啦，20.7%跌到7.1%，呢啲全部超過30分鐘嘅長片，你越嚟越少呢啲，點解？因為就係知道大家嘅集觀力唔夠，睇唔到咁長嘅片，所以你咪要符合市場嘅需求，而去令到自己冇好有內容嘅片都要夾硬壓縮去變成一啲符合大眾需求大眾市場去睇嘅片咯。多謝各位。最後請法方排第3條求下發問，第1分鐘發問時間，準備有齊提示示意。有方話門檻低可以易剪片，因為短影片，但係免費嘅剪片軟件 Power Director 1996已經成立。咁喺1996短影片係咪已經興起呢？雖然有方呢長影片係越少越好，但係另一方面短影片興起導致 Vista 研究所嘅1分鐘片觀看數有70%，但係10分鐘已經跌到20%。有方話而家仲有荼毒室長片，但係人類集中力下降，去到10分鐘只得翻2成人睇，佢更難有哲學普及啦。有方嘅標準係咪低到覺得長片只要一時未完全絕跡，就算觀看次數不斷下跌都冇問題呢？現在剩翻2分鐘準備時間。我哋長影片係咪未完全絕跡就等於好咧？但其實今日有方講嘅例子講老高嗰啲咧，即係同佢有方嘅論證都好粗疏，即係同我哋講話人類嘅專注力下降咗，然後佢哋冇拍長影片，所以就等同於佢哋之所以唔拍長影片，就係因為佢哋人類嘅專注力低咗。但係想問有方，有邊個同你講佢之所以唔拍長影片係因為人類嘅專注力低咗？難道唔會係因為佢哋覺得好攰所以唔拍嘅咩？所以有方接住落嚟嘅論證唔可以咁粗疏，要同我哋講清楚到底兩者嘅關聯性喺邊度？各位。開始
即係佢分開坐係 3D 可以溝。即係佢哋咁樣坐住溝通係冇問題，但係佢哋唔可以嚟企咗喺隔離度。同埋如果個聲量大到大家會比賽嘅話，會有評判會。你即刻喺隔離區嗰邊，冇隔離到佢哋溝通嘅。我自由，現進入自由辯論環節。現進入自由辯論環節時間，在自由辯論環節中，雙方各有3分鐘時間，辯員可一次過將時間完全亦可以自行分配時間，分開數次發言，隨兩方時間用盡，另一方可以派出1位辯員發言，獲得替換，先由正方發言，再到反方發言，如此類推。雙方派出嘅同學喺發言期間不得與台上同學溝通，互為台上辯員分數分，否則該隊將被扣分，互為評判須就冇發言之辯員於該場所得分數數扣除總分。自由辯論環節中，評判如果認為一方已經無法有力應對方或者錯失幾方觀點，可以隨時舉起評判介入他向主席示意。如果兩位或者以上向主席示意介入，本環節將暫停20秒，供雙方重整策略。20秒過後，本環節將繼續進行，並由反方開始發言。自由辯論環節中，計時如果學校之發言時間參考發言時間前30秒將按鐘1次，並於發言時限不時按鐘2次。本環節不設緩衝時間，當發言時間用盡後，正將會即時終止其發言。請問雙方對自由辯論環節裁規有冇任何疑問？如果冇嘅話，正方或者各位大家好，今日有方同我哋講話咧，原來 Mr. B 即係一條短片賺8萬喎，呢個係咪就係有方口中話所謂嘅賺唔夠錢嘅例子啊？我認為呢個係賺得佢唔夠錢嘅例子啱。所以8萬都唔夠，咁幾多錢先夠？100萬夠唔夠啊？唔係，所以我咪講咗咯，8萬同樣嘅觀看數，你拍長片走800萬夠唔夠有方？有方今日長片咧，原來你整一條片咧係要可能10個鐘嘅，但係原來你整一條短片3個鐘，咁所以想問有方，你用視頻觀看量去做呢個標準係咪過分偏頗啊？唔係，我方講到 YouTube 每1000次觀看數字係短片係長片嘅1%啊嘛。唔係，咁我今日付出嘅成本低咗，時間成本都低咗，但我獲取嘅利潤係多咗嘅時候，想問油方點解油方點解會賺少咗錢啊？咪等陣先，有科頭先咪同你講咗拍長片賺8萬啊嘛，況且我而家講嘅係100%喎，我想問下你係咪簡單1%先簡單？好啊，所以簡單學，佢今日油方完全冇考慮過成本，就同我哋講話大家賺取嘅錢少咗，但係今日見到係付出嘅成本少咗，但獲取嘅利潤都係多，所以呢點我方確立咗短影片唔係賺唔到錢。第二，想問油方短影片嘅興起係多咗定少咗宣傳渠道？唔係咁付出成本少咗幾多先？再講啦，你所講嘅多咗渠道係對於呢個網絡創作者嘅市場有咩影響？你要加翻論證俾我哋睇啊！咁想問有方傳播率高定係傳播率低嘅片可以接觸到多啲觀眾啊？唔係，我反正覺得傳播率高啊，但係以前未興之前長片傳播率都非常之高喎。唔係啊，咁所以而家短影片傳播率都高嘅時候，係咪多一個創作渠道有多嘅傳播率，係咪對於視頻對於影片創作者嚟講係一個好處？唔係你要解釋翻有邊個受惠者而家因為呢個網絡短影片興起咗，有多人去宣傳先，以前都有㗎。星爺啦，我方主編已經講過啦，星爺因為佢哋因為拍咗IG Reels 之後，咪多咗人追蹤咯，所以呢一個係咪對於佢嚟講係一個好處？咩？佢以前都好多人睇㗎嘛，唔係咩？佢以前邊度好多人睇啊？佢 YouTube 啲長片啊，係佢嘅觀看，佢嘅觀看人數啊，IG 係佢嘅10倍，係 YouTube 嘅10倍。咁想問有方到底，所以係短片多啲人睇定長片多啲人睇啊？唔係，而家興起之後就梗係長片，短片多啲人睇。有方式講，如果短片唔多人睇，點樣叫興起先？所以咪係咯，所以短片興起，令到星爺咧有多啲追蹤者，所以你辯題確立咗啦，佢的確係利及咗網絡創作者同唔同意？唔係啊，如果多人睇係興起，你而家係講緊現況，你唔係解釋緊一個好處嚟嘅喎。咩叫解釋？咩叫現況？唔係好處，現況即係好處。現況佢可以，現況佢有多咗瀏覽者，佢可以賺到錢，呢個就係好處，承唔承認？唔承認咯，你講緊嘅現況嘅好處有邊個真係受惠到先？你要解釋咗，你講嘅單一嘅極端例子，我都可以講好多極端嘅單一例子嘅喎。唔係，咁想問有方知唔知觸及率同埋觀看率對於創作嚟講係有啲咩好處先？唔知啊，有方慢慢講下。咪就係同你講話已經同我哋講廣告嘅人數啦。而家就係同你講嘅，你睇一條短片亦都能夠唔單止係賺出你今日嘅平台俾你嘅費用，更加多嘅係廣告費用。所以當而家短影片興起咗，大家有一個更多嘅渠道去接觸創作者嘅時候，係咪能夠有更加多嘅機會接到更多廣告？唔係，所以有方就係論證緊咧，廣告咧
咁所以問有方有邊一種創作係冇人抄襲㗎？標準原創者佢自己有份報告都有講到，佢Mr Beast 咪係自己冇抄埋，自己做翻嗰啲片喺度。係，所以有方其實數據上根本冇對比，你同我講話短影片有92%嘅人被抄襲，嗰時因為有方長影片有幾多%嘅人被抄襲？唔係咁，有方承唔承認有啲係長片做到，而短片做唔到先？各有各嘅好處，咁所以咪有啲嘢做到，有啲嘢做唔到。短影片都有佢自己嘅好處，所以再問多有方一次，而家你92%，即係你同我講翻長片到底佢嘅抄襲率係幾多？唔係，今日辯題講短影片嘛，講咩長影片先？仲再者，你所講嘅廣告裏面 short 播放器嘅發送嘅廣告利潤係唔會被發送去創作者收入喎，所以你講嘅廣告收入到底係真正袋咗落袋網絡創作者有幾多先？所以好啦，所以其實今日有方喺度講抄襲嘅問題，但係從來冇同佢講短影片嘅抄襲問題係比起更加嚴重，所以有方冇擺喺其他平台上，呢點有方已經站唔住腳。所以再問多一次，再問有方啦，而家一啲YouTube 嘅頻道佢哋用短影片嚟作宣傳作精華，呢一啲對於影片嘅創作者講係咪一個好處？係啊，幫我問多次。再問多次有方啦，咁而家佢哋有多一個渠道作宣傳，就好似有精華、有預告片，呢啲對於創作者嚟講係咪一個好處？唔係多個渠道有分，今日論證係短影片2012年已經多個渠道有分，主編已經講咗，興起喺2019年之後啊嘛。冇錯，興起多咗人睇，多咗人睇佢哋嘅宣傳係咪一個好處？多謝各位。正方時間已用盡，反方尚餘57秒，可以派出一位議員將時間用盡。俾我想計成時好，所以有方法話多平台有好處，但等陣先，多平台我呢點你要解釋翻係有邊個係真正有多平台嘛？多平台以前長影片都有，更甚嘅多平台即係多人拍攝，即係有多個競爭啦。所以喺咁嘅情況下，反而看到創作者咪少賺咗錢啦。再講啦，抄襲問題92.3%先，你都解釋唔到嘅時候，再講你嘅多人睇係有幾多人係真係多咗睇先？你再講啦，賺唔賺到錢呢一點你要解釋清楚，有邊個賺到錢嘛？喺呢啲咁嘅時候，短影片興起之前已經有長影片再製作嘅時候，所以呢一點有方冇解釋清楚啦。再講啦，集中嘅效果冇人記得嘅時候，你所講拍嘅短影片大部分都係抄襲嘅時候，邊個根據你記得先？我方一副所講，李宗恒嘅應子、李宗恒嘅例子已經係一個證明啦。更深嘅係你所講嘅廣告收入 YouTube Shorts 嗰啲已經我方前場已經講咗啦，係無法透過 Shorts 播放器發送嘅廣告獲得收潤分益嘛。更深嘅係對比翻短影片同長影片嘅收入，長影片即係佔短影片即係佔長影片收入嘅1個巴仙左右嘅時候，都係各位。之後辯論環節完結，現出入2分鐘結辯準備時間。準備時間結束，現在請反方結辯作總結，你有4分鐘時間，俾我先去計時事宜。
出席各位大家好，結辯位置咧，同大家不如好似我哋睇嘅短影片一樣咧，3分鐘、4分鐘去精華今日全場睇咗啲乜嘢啦。所以咧第一樣嘢咧，我哋同睇翻今日兩個角度睇下分析全場啦。所以我咧今日先睇下觀眾啊，有方咧今日講咗好多話咧，觀眾而家咧就因為佢哋嘅專注力低咁樣咧，就所以要做多啲短嘅影片去符合佢哋需求。但係等等先，有方呢一個根本就係因果調轉，係正係因為佢哋睇多長短影片，所以佢哋先會係集中力低，所以先要睇更加多嘅短影片啊嘛。所以咧其實睇 Reels 同 IG 已經離唔開我哋生活中嘅日常習慣，但係事實上咧對觀眾而言，呢啲的確係我方都贊同佢哋睇得更加開心、更加好，睇精華片更加好，越嚟越興奮喎。但係今日辯題嘅字眼係講緊對創作者啊嘛。如果今日係短影片興起對觀眾嚟等於咪我方都一定舉手贊成同有方一齊啦。但係今日我哋要睇嘅就係、大家中意睇咗短影片之後，咪冇人會再睇翻長影片，冇人睇，咪冇人會再去願意拍長片，因為大家都唔夠呢、唔夠集中嚟睇啊嘛。所以我方台係成日有講到啲長影片原來咧，即使係有人睇啊，都係10分鐘之後咧就即刻下跌到得翻一開頭就大家都睇，但係中間唔睇嘅已經去到係有28%人先會繼續睇埋後面嗰啲啊嘛。所以咧之後再同大家講啦。今日市場我方都覺得冇問題，市場係需要做，市場冇問題。對創作者嚟講，咪係對於觀眾嚟講，佢哋真係可以中意睇佢哋中意嘅嘢啊嘛。但係今日辯題主要係講創作者啊嘛，所以今日假設講一啲有深度嘅創作者，長片嚟講，佢哋未必會講得咁清楚。例如今日同大家講下啲藝術嘢啊，乜嘢係達主義啊、超現實主義，我都唔可以2-3分鐘、1分鐘去講到俾大家，因為呢啲有好充足嘅歷史資料啊，有種嘅文化影響，呢啲一定要一啲好長嘅影片先可以同大家講㗎嘛。所以今日大家睇緊好似例如大家唔知有冇睇過數學 Herman Yang 咧，佢咧就會拍啲片，可能1個鐘教翻大家咧一啲唔同數學嘅概念啊，去教大家點樣可以 DSE 攞到5星星。但係等等先，原來咧佢最多人睇都係75萬喎，相比咩啊？白卡聯盟今日喺地鐵站度揈衫唱歌，原來已經係多過幾百萬人睇咯喎。咁你對呢啲整長片嘅人根本都唔公平咯。之後咧有翻咧有翻主編嘅時候咧就同我哋講咧，就話可以更加多元，但係有翻呢個重點已經站唔住，因為有翻落翻一副同主編嘅時候已經同大家講，呢個並唔係興起之後嘅好處，而且係短影片嘅好處啊嘛。所以有翻到後場冇同我哋講到，有翻去到後場咧同我哋講，唔係可以賺到多啲錢啊，成本效益佢放得少啲，同埋有廣告商。但係等等先，如果咁多有方都講到廣告商呢樣嘢，代表咩啊？即係廣告商都知道 short 呢啲嘢可以有更加發展潛力，佢會更加去揾呢啲。更加去揾呢啲人去幫佢哋拍廣告，即係代表咩啊？即係換言之，長影片就更加難生存，因為佢哋唔會再喺長影片度揾廣告落廣告啊嘛。所以呢一點已經可以見到，就係對於長影片嘅網絡創作者係更加難生存啦。之後咧有方再講到，冇錯，真係容易抄。我方台下都同我方自由評論同有方講咗，冇錯，因為有方第2條台下都講咗，因為抄影片冇問題，因為全部都可以抄啊嘛。所以有方咪講到完全冇成本，因為我抄一條片，我方一副嘅時候講嗰個例子咪講佢抄片都可以有好多人睇，都可以同樣賺錢。呢啲對於一啲真係原創者，究竟係咪真係公平咧？所以咧之後再睇下 MrBeast 啊、Think Media 呢啲，全部都有發聲自己講過，係因為佢哋知道長片唔夠多人睇，所以自己走咗去整短片，都有講到短片嚟講 short 嘅收益比佢哋拍長片係真係少好多，少到得翻1個巴仙啊嘛。所以咧，今日對於啲長片嘅創作者、長片網絡創作者啊、網絡小説作家人，咪越嚟越少人睇咯，因為啲人都冇集中力去睇啲網絡長嘅小説咯。所以咧，今日一係佢哋就堅持繼續做落去，冇人睇賺唔到錢；一係就去轉型拍啲4乜著，都唔知道佢做緊啲咩，冇內容可言、冇頭冇尾嘅。所以咧，今日咧，其實今日我方同有方咧都係一個創作者嚟㗎，因為咧至善嘅呢一條 YouTube 咧都會呢啲比賽片都放上 YouTube 嗰度。大家今日可能上網，我哋打得咁辛苦，準備咗成個禮拜啦，但係放完上網之後，都冇人會睇，都冇人會知道呢一啲嘢，因為大家睇咩啊？原來咧沿途望出車外仲多人睇過，但係仲多人睇過我哋準備咗1個星期嘅呢一樣嘢。想問有方咁樣，你有方甘唔甘心咧？多謝各位。方結被總時為4分04秒，最後分結咗正方結辯到90大分，你有4分鐘發言時間，準備好上嚟嘅時2。各位大家好，隨住時代嘅轉變，創作嘅方式咧，本來就會因應潮流而有唔同方面嘅突破。回顧以往咧，網絡未興起嘅時代，以前大家咧都會想做影片創作，但係唯一嘅方法可能只係做電視、做電影。但係做電視電影要有人物，要有投資商，甚至捱幾十年咧，原來都開唔到一部戲嘅。所以大家都會話咧，上世做錯事，今世做電視。但係後來 YouTube 興起，大家會見到有熊仔頭呢啲一開始默默無聞嘅創作者，都有能力同機會去拍攝微電影，甚至獲得大眾關注嘅時候，正正就係睇得出到底
底時代嘅變遷呢一啲嘅突破對於創作者而言有幾重要？接住落嚟，我哋睇翻現況，其實今日有方咧主要有三大謬誤。第一，數據粗疏，由主編開始，有方不斷去舉出歷史解說、老高等等嘅長影片，話佢哋越拍越少，但完全冇講過係咪因為短影片興起而導致呢一啲長影片嘅數量下降。再者，今日其實有方用歷史解說嘅呢一個例子，歷史解說本身就係一位比較小眾並且係比較難出名嘅片段，嗰啲一個數據有方未免會以偏概全。再者，然之後有方又同我哋講話咧，講完歷史解說，有方同我哋講話，少咗人睇10分鐘之後嘅片段，就將佢呢樣嘢咧歸類為就係因為注意力不足等等嘅問題啦。但係其實咧根本就冇解釋清楚，到底係邊個同你講一定係因為注意力不足，所以大家先唔睇？點解唔可以係唔感興趣而或者唔得閒等等嘅問題咧？所以有方麻煩解釋清楚，到底佢真正嘅原因係咩？然之後第三，今日有方同我哋講話咧，有1600萬嘅侵權個案92%啦，但以前冇咩？如果冇以往嘅數字對比，有方點樣可以知道佢係多咗咧？到底佢係升咗幾多咧？有方到而家都未變得出數據嘅時候，證明有方嘅論點，所有論點根本就站唔住腳，所以而有方咧都可以舉出就係原來已經有法例去援助啦，有平台嘅幫助啦，所以呢個問題咧，正侵權問題，既然所有例如作家等等都會出現嘅時候，法例就正可以解決呢一個問題。有方嘅第二個問題係咧，概念完全唔清唔楚。今日有方同我哋主編同我哋講話，短影片同短影片興起咧根本就唔關事嘅，話因為原來2013年嘅Vine咧已經有短影片啦，但係如果冇興起嘅話，市民唔接受嘅話，創作作為一個與大眾取得共鳴嘅方式，要點樣去繼續自己嘅創作行業咧？定係有？所以其實可以確立嘅係咧，只有興起先至會多咗平台，真正嘅所有創作方式先至會有更加大嘅廣度，接觸更加多唔同嘅觀眾。第三，有方今日嘅邏輯混亂不堪。第一，咁有方同我哋講話咧，有啲人會拍短影片咧，為咗係博知名度啦，因為啲市民中意。講到話咩破壞咩皇家建築，首先我方唔明到底有幾多市民咧真係中意咧睇住個人去破壞啲咩皇家建築啦，到底有幾多市民真係中意呢一啲片段咧？如果唔係嘅話，點解無端端要攞呢樣嘢去博知名度咧？再者啦，長影片唔可以博知名度咩？以前嗰啲咩大胃王啊、入監獄嗰個咩台灣嗰個小玉啊，都係用長片咧拍咗好多荒謬嘅內容㗎。咁所以喺有方嘅立場度，係咪長影片都唔應該存在？大家翻去拍文藝片就得啦。再者咧，今日其實咧有方今日有方嘅邏輯非常之搞笑嘅。短片咧又話賺唔到錢，得個100先；長片又話賺唔到錢。咁但係實原來咧有方自己又話Mr. Beast 可以賺到8萬蚊啦，不斷舉出一啲咧自我矛盾嘅例子，所以可見其實有方都結辯嘅邏輯仍然都係唔清唔楚㗎。所以再睇有方嘅例子，到底收益點解咁少咧？原來咧有方就話咩有得1%嘅收益啦，但係原來咧得1%嘅收益，其實呢個難道唔係平台嘅錯咩？點解我不斷去壓榨呢一啲YouTuber 咧？所以其實正係因為短影片得個1%嘅收益，所以我哋要做嘅係令到平台改變，而唔係要短影片嘅興起咯。所以再者咧，有方用觀看量去對比短影片嘅收益，本身就係唔合理嘅。第一，網紅做咩就曾經講過，就係話咧，原來咧拍片咧係需要用好多嘅精力嘅，拍長片嘅精力比短片咁多，所以可見嘅係咧，拍短片咧你精力少咗，反而可以賺多啲錢，可以賺到8萬，就可以見到咧，對無論係收益定係等等咧，短片都更加好。多謝各位。正方結辯所用時間為4分12秒，有過失，唔需要等分子上扣除。幾多分啊？16分。幾多分？係幾多？15分。扣5分。外語先係1字。主持人比賽已經完成所有發言環節。請問雙方之教練、導師或觀眾是否有高科？本場比賽完成所有環節，現有請評判給予相對抗雙方評語。首先有請喇沙書院中文辯論隊前隊長譚俊文先生。我想問下眼方究竟賺少咗 YouTube 嘅嗰啲短片創作者賺少咗錢咧，係咪一個弊處？佢之前拍長片賺多咗，咁對於佢哋嚟講都係弊嘅，因為佢哋創作者嚟講自己做完啲嘢都唔
個 point 嘅弊處主義冇包呢樣嘢。呢個我第一個環節嚟嘅，其實你成場都好多係 depends on 講。我睇咗少少分嘅呢個，即係因為我初我以為我真係覺得你哋打錢嘅以為，即係你哋個主辯有開始就係講話即係你喺講個弊處前咧，你係有講錢嘅，但係你兩個弊處咧，據我理解咧，你係冇 extend 到佢錢嗰樣嘢，跟住我就以為你係咪其實唔係想講錢咧，去推廣一招咧，咁跟住佢就駁咗啲嘢啦，跟住你一行出嚟係你出嚟勁講錢。咁所以究竟你係想講錢定係唔講錢咧？呢、個我諗係講好多之後，咁但係呢個會唔會配翻落去你編注如果係需要有個好少少嘅 alignment 咧？呢個你要諗啦。好啦，嗱，我講咗反方先，因為正方啲嘢我諗條線好大路，冇乜即係冇乜 surprise，我相信反方都覺得係。嗱，反方咧，我覺得今日論點2咧，反方嘅論點2出咗幾大嘅問題，就係抄襲嗰樣嘢。因為咧，我如果冇聽錯嘅話，我覺得你從來都冇去證明過點解短影片係會更加容易被抄襲。除咗你主編講咗句話，因為短影片係有啲短同埋比較簡單之外，咁但係對於一個完全對 IP 係冇認識嘅人嚟講，好似佢哋話齋長影片同短影片抄襲都係咁一個 copy 係咪 paste 咁簡單？可能錯㗎，我可能錯㗎。但係你咁你即係其實正方講嘅結果係好啱喎。以前講緊我細個嘅時候 internet 都冇，都有翻版碟㗎，周街都係翻版碟㗎。一個2個鐘頭嘅電影，要去成個抄襲，然之後喺地鐵站賣10蚊5張碟嘅時候，對我諗你哋知我講啲乜嘢啦。但我個年代係咁樣，創作好容易被抄襲。咁點解短影片更加容易被抄襲咧？短影片呢樣嘢 facilitate 啲抄襲呢樣嘢發生咧？其實你係冇 proof， 你只係 proof 咗，你只係講一啲好嚴重講出嚟好嚴重嘅數字，就係92.9、1600萬等等嘅嘢。咁但係其實正方都覺得你啱嘅喎。喺短影片誕生或者興起之前嘅時候，呢個數字係啲乜咧？咁似乎反方就冇回應過，或者係冇講你冇啦，講你冇諗過呢個數字啦。咁所以你要你嘅第二個 point 係比較，我唔係話你呢個唔係弊，但係你要呢個弊係比較專注嘅時候，你起碼都講一講究竟點解短影片係更加容易被抄襲咧？短影片點樣 facilitate 到啲人更加多抄襲，從而對於創作者嘅嗰個生態同埋生存空間係有影響。咁呢個我覺得係我甚至覺得你係冇做過實地比賽多過其實，即係如果我聽晒，我應該係發揮冇做過。所以你第二個 point 嘅內容分都跌得幾多嘅喺我嘅世界入邊。其實第一個弊處都係。因為我成個 get 到咧，就係你哋講咗好多啲人因為短片興起咗而唔去拍同埋睇長片嘅呢個現象。就算呢樣嘢啱，當然反正方唔同意啊。正方話短片同長片都仍然係咧係多咗啲人去睇，係多咗短片咁嘅係啦，興起咗啊嘛，少咗啲人睇長片，呢個正常。但係唔係啊，其實都係有長片都有長片嘅 fans，短片都有短片嘅 fans，兩樣有唔好，不過樣嘢唔好啊。呢個係正方洗腦洗咗咗成場嘅嘢啦。反方我要問嘅問題，或者你要證明嘅一個多咗人拍短片，少人拍，甚至冇人拍長片係一個弊處咧，你就咁講呢樣嘢或者多巴胺咧係唔夠嘅。你要話俾我聽，究竟有幾多個創作者係因為呢一樣嘢而受到損害？嗱，幾多個可能係比較多，但係你起碼有個概念係究竟白卡聯盟比較多啊？呢個世界定係講歷史嘅嗰條友比較多？因為去到最後咧，如果我冇聽漏，其實你話嗰啲因為拍長片，因為要拍長片先可以講解到佢嘅嘢而受損嘅人咧，其實來來去去都係文學啦、歷史啦同埋科普。咁究竟文學啦、歷史啦同埋科普呢啲就係喺成個網絡創作者入邊係佔幾多咧？係究竟係好多定係好少咧？呢個反方都係冇乜交代過。咁你變咗你個 point 就係你係弊啊！你對於
講歷史嗰條我盡管嚟講廢都好，但係個榜係 full of 可能啊，地方都冇講，但係 full of 白卡聯盟㗎嘛，full of 呢啲咁樣嘢㗎嘛。咁你去做就係個開始啲尷尬，你就變咗係，嗰啲係衰嘢嚟嘅，嗰啲係劣質嘢嚟嘅，嗰啲咧係犯法嘢嚟嘅，所以就唔好。嗱，就講正經嘢嗰啲咧就冇人睇啦。所以你去到結期就用呢個我覺得好尷尬嘅詞語去形容啦，就係唔公平啦、唔抵啦，去講呢樣嘢。咁但係咪弊先？你始終對於白卡聯盟嚟講係未嚟過呢件事。咁如果呢個網絡上面係full of白卡聯盟嘅話，又或者即係我諗即係。如果譬如即係你上 IG 咁你自己我冇興趣咧 IG 個 Explorer 係咩啊？但係即係你幻想你 IG Explorer 入邊嗰啲人係 full of 成個網站網絡嘅喎，嗰啲創作者嚟嘅喎。by the way information 係都白卡聯係賺好多錢嘅，白卡聯係收好貴，我係 call 個價嘅，佢係貴到我唔會，直情係唔會，直情我係曾經揾過佢拍嘢，但係。貴到係我唔想去拍嘅，係即係可以去到試當真有價嘅，甚至係啊，即係其實所以如果呢個世界係 full of白卡聯盟呢啲咁嘅人，然之後佢又真係揾到錢嘅話，咁點解對於嗰啲人嗰啲嘢係貴？肯定係你啦，正方嘅即係講法，唔緊要啦，即係多即係百花齊放。咁同埋反方嘗試講到長影片。好似完全冇人睇或者好少人睇呢樣嘢，咁當然正方有啲講，即係講咗就都唔係啦，即係有幾個台灣嘅 YouTuber 都係，即係我就冇咁你嗰啲咩陶龍室有講啦，咁你蕭生嗰啲都係一日即係蕭若元講嘅，係啊，即係你啲人都話嗰啲佢都係讀新聞啫嘛，咁佢半個鐘跟住一單，不過佢有廣告喎佢講下佢會講人招事嘅喎，我唔知啊，而家有冇啊？即係以前即係。佢嗰啲你話嗰啲人冇又唔係啊，即係正方都係講話邊個你拍短片又好，長片又好，你 catch 到觀眾嘅嗰個眼球，你 catch 到觀眾中意嘅嘢，咁就蝕廣告俾你㗎啦。其實咁多樣嘢點解唔好咧？咁呢個係正方嘅講法嚟。咁所以我頭先成個即係雖然好似成個反方，但係反方兩個論點咧，我覺得都係唔夠 proof 咧嘅原因咧，就我先講嘅樣嘢。嗱 ，whereas 咧，正方咧係用咗好多論證嘅時間同埋數據咧去講佢嗰兩個其實都幾我覺得比較大路嘅觀點啦。咁我正方講一樣嘢先啦，就係、我呢個我同意反方嘅，就係、你去質疑佢關於網絡上面侵權比較容易咧，嗰個 rebuttal 咧係比較薄弱嘅，因為你都係講一句就係話係第一就法律嘅問題啦，你要用法律去解決佢啦。第二就再加上去到校園俾人擊到嘅時候，就話其實係網絡自己嘅平台啦，你睇問題。咁呢個其實係我覺得係需要講多啲嘅，即係例如究竟網絡短片興起咗都幾年，或者 YouTube 興起咗10幾年嘅時候，佢嘅 policy 係啲咩啦？現時有冇改變到啦？或者世界唔同嘅地方對於呢個法例有冇一啲大型嘅法例改變或者 enforcement 啦？呢啲其實都可能係需要，如果你遇到佢呢個係一個 point 嘅話，你都唔需要去，我唔知有冇遇到啊。即係如果冇嘅話就佢策略成功啦，佢講出一個你哋冇遇到個 point， 咁但係我唔覺得佢個 point 係標得好 strong 嘅。咁但係即係你哋對於呢樣嘢咧，嗰個回應咧係有回應，但係薄弱嘅。咁跟住另外一個咧，我都覺得係大家一條數咧，大家咧係嘗試去計，但係冇計得好深入嘅，就係、雖然長片一個 view generate 嘅錢嘅數目咧，根據反方講咧係短片嘅100倍到啦，係咪？你實有陣時鋪呢個我聽得出嘅 ，it's good。咁但係正方就唔係，因為短片嘅第一佢拍嘅資源比較細，用嘅時間比較短，同埋
呢個傳播率會比較高，咁所以呢扎嘢係大過你嗰100倍嘅，或者差唔多嘅。咁佢就成日問又計數下，有38000啦，咁計好多數。咁但係我覺得反方對於呢一樣嘢係可以有一個更加深入啲嘅討論，就係咩咧？就係話究竟嗰啲短影片係咪好似正方你講到所有嘢好似求其起身，我今日起身梳頭又拍一條，跟住去食早餐又拍一條咁樣咧？可能有啲係嘅，即係短片有啲真係好似佢哋話真係好低質㗎嘛，即係 one day in CUHA 又可以拍好多段㗎嘛，係有。咁但係唔係喎？你哋俾嗰啲其實係好有心機嘅。世界認真組織，你覺得佢係咪要好俾心機先拍先？小薯茄、雪櫃冷笑話，你計過晒嗰啲咧？佢都寫嘅劇，小心啊！寫嘅劇本啊，要嘅製作費啊，世界認真組織你都諗橋，你會諗橋用㗎。係啊，即係嗰扎係一扎，我冇記錯應該係100行好似世界認真組織，即係都係一啲好勁嘅 creator，一啲好勁嘅好有經驗嘅人去做嘅，所以佢投入嘅人才、機器、諗橋嘅時間同埋製作認真嘅程度，又要配樂，又要配字，又要配動畫，你估少啊？咁呢啲你正方反方都可以問翻佢轉頭，即係你唔好俾佢講到嗰啲短片全部都係打卡連啊嗰啲。雖然我係打卡連都係 plan 咗好耐嘅啲嘢，佢犯法都係 plan 咗好耐嘅，其實佢唔係 impulsive 黐咗線，呢啲絕對唔係白卡，呢班係我覺得喺網絡上邊賺錢賺得最勁嘅一班人嚟嘅。係佢 catch 到網上嗰個 sentiment 最勁嘅一班人嘅，我甚至乎係覺得。咁但係 anyway 係嘅，可能真係有啲網上嘅短片係真係好粗製濫造，咁一定唔係全部，甚至乎正方講嘅一啲賺錢嘅一定唔係呢啲咯。咁你就唔可以俾佢講到呢個位。如果唔係咧，佢就似乎好似嗰個位咧有少少你俾佢講到打和，你明唔明啊？係啊，佢其實佢講得，其實佢個邏輯就係啊 real 係賺少先，但係容易賺好多啊嘛，唔難少咗啊嘛。小學生你個星爺係咪好似啱升個鐘啊？以前小學生興，小學生識拍喎。咁你就佢俾佢講到好似好用。咁我諗呢一個位係可能條數，我覺得係可以再計得兩邊計得精彩，呢個交集比較即係豐富啲，同埋即係有啲位係唔應該俾佢走。咁我講住咁多先，有啲咩就隨後再嗰個點解。現在有請香港浸會大學足球隊前隊員方健光先生。大家好，咁呢一條辯題咧，其實對反方嚟講咧係好難嘅，即係好吃力嘅。今日反方咧嘗試用咗興起2個字咧去將短影片嘅利處去拆分開，咁我覺得呢一招嘅方法咧係有趣嘅，但係打得唔夠實。OK， 乜嘢叫做短影片存在與興起咧？今日你想講嘅就係短影片有好多存在就已經有嘅嘢，同埋時間短啦，有好多各類型大家容易加入咗啊嘅問題。但真正去到興起，你應該要將嗰啲問題擴大，即係要對比咯。問題擴大先係你真正所講興起嘅問題。咁我覺得我期望咧，如果你係想打興起呢2隻字，去將佢嘅利處割裂嘅話咧，就希望可以喺呢個位置講多少少。例如話抄襲風氣上面，頭先明冠都有講啦，會唔會講嘅就係以前由長影片抄襲嘅風氣比較少，現在興起咗越嚟越多抄襲咧？我會希望想聽到呢一啲。既然你講興起將個問題擴大嘅話，咁呢一個正正就係、你想打我預計你想打嘅嘢啦。咁但係今日咧稍為咧未做得好足夠，所以係對於論點上面嘅論證咧，我會有少少保留嘅地方。咁如果成場嚟講咧，我會歸納咗係2樣嘢嘅。第一，內容長定係短好咧？如果係今日反方同學仔嚟講，你會覺得內容長就一定好，係咪？就個抄襲嘅風氣就會低啲啦，係咪？你哋會提過老高，但係老高應該前半年左右已經先俾人話係抄一個日本 YouTuber 嚟片㗎嘛，係咪？咁同埋老高停片嘅原因係因為我都有睇老高，因為老高點解會咁少片嘅原因，佢自己都出咗一個就係因為佢想啲錢擺落喺會員頻道啊嘛。所以今日當然啦，對面無劇爆呢樣嘢咧係冇問題嘅，我唔會俾分嘅。咁但係呢一樣嘢，我覺得係要小心啲去運用，就係
佢長片與短片係咪真係因為有呢個短影片嘅存在咧 ？OK， 咁內容長同埋短係咪必然會影響到抄襲嘅情況咧？我覺得係要論證多少少。當然啦，因為老高呢個大家冇討論過，係唔會因為咁樣而俾任何一邊嘅分數。而反方同學仔會同你講，長片嘅質素必然係好，短影片嘅質素咧就相對而言比較差。我會有一個疑問嘅，係唔係咧？必然存在，即係譬如話我即係嗰個娛樂無窮啦，即係擺個電視喺度，啲嘢喺度游嚟游去，好長嘅條片，係咪啊？幾十個鐘都仲得㗎。咁係唔係好咗咧？對個內容上面，或者個創作者個創作嘅時候，點樣可以令到個成個質素係好咗咧？未知啊。咁但係佢短影片，可能佢做一啲嘅行為就已經可能 catch 到人哋嘅眼光。咁呢一個我覺得未帶出個關係。調翻轉，今日對於正方同學仔嚟講，你嘅立場都係模糊㗎。究竟長定短好咧？其實喺你立場，長定短都好啊。但係你哋係冇好清楚咁交代呢一個立場出嚟咧，就係同人講唔係嘅，佢哋都會有睇長影片都會繼續拍㗎啦，短影片仍然存在喎。但係其實你應該要講嘅就係一啲短影片嘅存在，其實可能係一個預告咁樣，甚至乎一個 clips， 等人哋去翻落去睇長影片。咁我覺得呢一種，因為短影片其實有好多唔同嘅形式，我覺得呢個部分反而可以講多啲對比起質素嗰個位置去長攻嘅。所以呢個咧係內容長短嘅問題，呢個第一。第二點咧就係渠道多咗有冇問題？呢個咧就好牽涉到對於興起呢兩隻字啦。反方對於興起兩隻字咧，其實係想講呢個渠道、呢個管道越嚟越大嘅話，就導致嘅問題，反而係蠶食咗一班網絡創作者。我本身咧正方一開頭嘅時候咧，佢講咗乜嘢叫做網絡創作者？佢提到除咗一啲拍影片嘅創作者啦。一啲 vlogger 之外啦，仲有嘅就係文字嘅作家啦等等，結邊有提到，但係中間係冇交集。大家嘅專注嘅時間少咗，或者大家嘅睇短影片嘅習慣多咗咧，係對文字嘅創作係有影響。咁既然如果打到冇嘢好打嘅話，其實不如呢一個都係一個其中嘅出路，去同大家去剖析下。短影片嘅出路同文字上面網絡上面嘅出路，究竟有啲乜嘢嘅關係？而呢個渠道，短影片嘅渠道，其實就係剝削咗喺文字創作，大家去睇文字嗰個情況咯。OK， 咁呢個位置咧，我覺得嘗試係一個出路嚟。至於喺創作者嘅角度而言咧，正方好大路嘅會講多咗啊，機會啊，嘗試啊，易咗呢啲好大路嘅，但係。當越嚟越多人咁容易進入個市場，或者越嚟越多人會用你成名嘅手法去拍片，參考你嘅手法拍片嘅情況之下，呢啲網絡創作者需唔需要不斷更改自己嘅拍攝風格，去滿足緊未來嘅市民咧 ？OK， 即係假設大家拍片一樣嘅質素都係一樣啦，都係講嗰件食物啊、食評咁樣。咁但係原來我講嘅嗰下，同第二個 YouTuber 講嘅嗰下唔同。咁當人哋一個更叻嘅 YouTuber 出嚟去講咗嘅時候，咁其實我已經唔可以再用呢個手法。咁佢要不斷去改變，呢一種嘅辛苦其實反方都可以質問佢咯，即係要不斷去追求，因為多咗人啊嘛，競爭越大咯。當競爭越大嘅情況之下，佢嘅創作嘅困難嘅程度都會越嚟越大咯。甚至乎越嚟越多人做嘅話，其實點解要睇你嗰種嘅廣告咧？甚至乎一啲小眾嘅 YouTuber 新起嘅 YouTuber， 其實佢個市場越嚟越細。因為已經大多數俾知名嘅 YouTuber 已經壟斷咗，甚至咁其實我覺得呢個位置咧都可以講多少少，係啦。咁呢條辯題咧我覺得係有啲窄嘅，因為淨係集中喺網絡創作者身上，係啦。咁所以咧如果大家係有共識想講埋其他嘢嘅話咧，咁就可以係其實講埋其他嘅創作者嘅。如果係大家想咁樣，因為大家都有開到少少呢個位置。咁如果係開多啲嘅位置嘅話咧，睇下對唔同嘅創作者而言有冇影響咯，係啦，就係咁多，少少意見 ，thank you。現在請將軍澳官立中學中文社教練張國勇先生。好，再各位大家好，咁就啱啱嗰位評判都講咗好多，其實我都好同意，所以就即係從簡啦咁啊。其實咧，我覺得咧，今日雙方條主線咧，其實我係
喺聽主辯嘅時候咧，坦白講我自己係唔係真係特別巴雙方嘅主持。個原因係咧，我覺得咧大家今日咧都冇喺前場嘅時候咧冇確立到究竟你哋想講嘅理傳同敗傳。而去到後場嘅時候咧，我就開始覺得咧，其實大家最緊要講咧，你只係講錢嘅啫。咁所以簡單嚟講就係你賺得多啲錢咪就係我哋，我賺得少啲錢咪就係我哋。因為其實呢條辯題喺我眼中對網絡創作者嚟講，即係創作嗰個人，咁你想創作即係做網絡創作者，即係一份工咁，都係想揾錢嘅。咁所以賺到錢咪就係你賺到錢嘅問題。咁所以去到後場嘅時候，我覺得大家都係用你哋嗰啲咩創作門檻低啊等等啊嗰啲單一多元嘅嘢啊等等抄襲嗰啲，其實都係論證緊佢可唔可以喺從中攞到錢。咁所以我就覺得其實如果你哋雙方都係想將錢去講嘅話，其實好似大家可以同我講，我覺得你哋可以將喺主辯入面加多少少呢一個利處同埋弊處入邊嘅講錢嘅元素。咁而去到呢個為止咧，我亦都想講咧，就係我覺得雙方咧對利處同埋弊處咧嗰個掌握咧都係我覺得係未夠嘅。個原因咧就係咧就同第一位咁講啦，你有抄襲抄襲好多咧係並不是一個弊，即係你可能話抄襲好多係一個唔好嘅，係一個 negative 嘅事情。但係唔係你今日可以用嚟 prove 到弊處嘅一件事情，係抄襲多咗嘅時候，即係一個即係一個弊處。咁所以你係要有嗰種對比，你要 prove 俾我聽係由一短視頻興起，相比無短視頻興起嘅時候，你嘅抄襲係多咗。所以就算你俾我係嗰啲好高嘅 percentage，例如92.9%，你俾我嗰啲嘢嘅時候，都唔會 convince 到我哋係一個弊處。咁所以同樣地 point 中係我嘅分數都唔會高。同樣地正方嘅正方咧都係嘅，你去答人哋嗰個長影片個位置咧，我都覺得咧係未答得咁好嘅，因為咧你哋主要都係講例如嗰啲石蘭啊、石啊嗰啲咁樣嘅，佢哋或者老高嗰啲，佢哋都仲有好多嘅長嘅影片，即係仲有好多人睇，或者仲有嗰個長影片仲有佢嘅受眾。咁但係你會發現咧，其實反方今日講嘅嘢係一個對比，係少咗受眾，即係例如少咗2.9或者少咗1.2。所以人哋有個咁樣嘅對比嘅時候，你同我講佢仲有，咁你相對上你唔係對緊人哋，你明唔明我講？所以喺呢個利處同弊處嘅難度咧，我覺得雙方都要留意一下，就係你要 prove 到一個對比嘅情況之下，你先可以做到呢件事。而所以我同意一樣嘢咧，就係我都同意今日反方係比較點解咧？就係因為如果我哋講翻賺錢呢一方面咧，其實正方係 kind of 你去到一副嘅時候咧，係開咗一個幾聰明嘅打法嘅，就係基本上就係雙管齊下。即係我理得你長視頻即係長影片有幾多，起碼我即係 shorts 嗰啲我可以賺多啲錢㗎嘛，係呢個 good 嘅嘢嚟嘅。咁而所以相對上嚟講咧，我覺得反方你要 prove 嘅情況之下咧，我就覺得呢個位置你有少少困難，因為你淨係喺度係咁同我講就係話，例如你個點樣講，即係例如你賺少咗錢，或者你係即係長影片對比起短影片，呢個對比係 OK 嘅。咁但係你冇話俾我聽，就係因為你應該咁樣講，有少少對比，應該咁樣講。因為反方如果你要 prove 係賺少咗錢嘅時候咧，你係建基於你個前設就係今日少咗長影片。即係簡單嚟講就係你有兩個前設，一就係短影片比長影片賺得少錢，二就係今日少咗長影片，所以 overall 去賺少咗錢。但個 problem 就係我覺得呢樣嘢去到台下嘅時候咧，先開始有少少眉目出翻嚟。我覺得你一二副咧都係 kind of 掛住去，特別係一副咧掛住去駁人哋講嗰啲嘢咧，去忽略咗去建構呢一個位置。所以變咗就係你主辯出咗個老高嗰個 good 嘅，出咗X time 嗰個 good 嘅，但係呢兩樣嘢咧去到第一條台下咧，先可以聽翻老高 Mr. Beast 長影片嘅數量下。咁所以變咗就係你喺一二副嘅時候咧，個分差就會喺度，因為你自己就論證唔到嗰個就係長影片少咗嘅呢個位置，而呢個係你條線最重要嘅位置。所以副辯有一樣嘢好重要嘅就係你除咗要駁人哋之外，你拓展自己主線最重要嗰樣嘢咧，都係好緊要嘅。OK， 跟住下一個比較 minor 少少嘅戰場咧，就係內容多元化同埋單一嘅。其實咧，我今日咧坦白講咧，我覺得兩個都未必算係一個分別一個另外一個問題。點解咧？個原因就係因為好簡單，即係你話有咗短視頻之後咧，就會 more 大，即係 OK，sorry， 多元化咗嘅內容咁樣，因為我差唔多大嘅，跟住咧就會例如1分鐘科學咁樣，呢個係你主義。但係我諗乜嘢咧？就係你要 prove 多元化咧，其實咧係真係去到你二副講嗰啲新影片題材嗰度咧，先開始講到出嚟。點解前面講唔到咧？個原因就好簡單嘅，例如以前我睇哈利波特，咁我就第一次睇啊嘛，咁我由頭一次過我2個鐘一套片睇14個鐘睇晒。好啦，跟住可能之後幾年之後，我想翻睇，我就會上網睇10分鐘懶人包哈利波特1至7咁樣，咁我就睇10分鐘。咁而家我就係睇1分鐘哈利波特，唔知幾個鏡頭咁樣就睇晒。咁
咁但係佢有冇多元化到咧？其實係冇嘅，其實係同一個題材嘅。所以例如1分鐘科學咁樣，可能佢以前用5分鐘做個 titration 俾你嘅，可能而家1分鐘淨係 titration boom，跟住 titration 完咗變咗色咁樣，咁可能就都係都係 titration，咁所以就冇多元化到。咁所以如果你想講多元化咗咧，咁你就要話翻俾我聽，因為其實你講就係話多元化咗，咁所以多啲人可以入呢個市場，多啲 market，多啲賣到嘢出嚟。咁所以如果你要去呢個位置，你就要同我講話有乜嘢唔同嘅題材 ，instead 你係咁同我講就係話有呢啲咁樣嘅短視頻嘅題材。咁我都係一個對比嘅問題，即係一個比較嘅情況出現。咁而反方應該我覺得你嘅單一唔係一個弊處咧，就係、你諗一諗就係喺你條線咧，其實你去到後場錢係重要嘅，係嘛？即係其實你都有同佢講就話，我都係想賺多啲錢，咁所以例如而家短影片係賺一少錢過長影片，咁所以就對佢哋嚟講冇咁好啦。但係個問題就係、咁。其實內容單一化點解係一個弊處咧？即係例如我冇話呢件係對我哋睇嘅人係一件好處嚟嘅，即係例如而家大家都中意揈衫，大家見到洪家豪就一齊揈衫㗎啦。咁但係呢樣嘢可能係即係觀感上唔好，咁但係你冇辦法去否認呢件事係好 hit 㗎嘛。咁如果大家即係例如抖音嗰啲 challenge 咁樣，咁大家去做，大家真係賺到好多錢，咁佢哋內容單一化，但佢哋賺到好多錢，咁點解對佢哋嚟講唔係一個利處先？咁當然呢樣嘢正方係冇講過，即係正方冇質疑過你個內容單一化嗰個，即係唔係咁樣質疑啊。咁所以我就即係冇乜點樣講。咁但係我覺得大家都可以諗一諗，就係其實人哋講嘢出嚟咧，未必真係一個利或者一個弊，大家可以問多少少先，係啦。咁同埋反方，我覺得主線仲有另一個比較大嘅問題，即係你見到內容分上係比正方低嘅原因咧，就係因為其實我唔係好，即係我覺得係即係又唔可以話係 backfire，都唔可以話自相矛盾，純粹有少少奇怪個邏輯有少少相抵觸。簡單嚟講就係你覺得賺錢重要，咁你就覺得咧短視頻嘅賺嘅錢咧係比長視頻少嘅，咁所以咧佢哋就好慘啦。咁但係同樣咧，你又同意就係話而家越嚟越多人咧都去整短視頻。咁如果短視頻賺少咁多錢嘅話，點解會咁多人就係我唔要錢咁樣我去做咁樣？即係有少少 contract 嗰個 concept。所以就係你去 develop 你嗰啲 point 嘅時候，你都要小心啲，就係呢個位置，即係雖然正方都係冇捉到啦，咁但係呢啲位置大家都係要即係小心啲嗰個邏輯上嘅一個唔好出現一啲 contract 嘅情況咁樣。跟住咧就係啦，咁所以去到最尾就係嗰個發展空間嘅位啦。我 assume 咧就係你哋除咗講錢之外，雖然大家都冇講到啦，咁我 assume 你哋嗰個內容多元化就係我可唔可以好 free 咁樣去即係推出唔同嘅內容咁樣。咁喺呢一方面咧，即係我覺得反方嗰個論證會有少少牽強。其實雙方嘅論證都唔多嘅，但係你起碼例如正方咁樣，你可以話係做到一個宣傳嘅作用，一個相輔相成。即係咧，我唔知大家有冇睇嗰啲即係睇嗰啲 YouTube short 咧，有時候咧咪就係即係播一樣嘢咧，跟住就去到一半就 cut 咗條片咁樣。咁跟住下邊啲 comment 就會話剪得咁好，下次剪高畫電線咁樣嗰啲啦。我唔知大家有冇睇過啲 comment。咁其實佢做嘅嘢就係因為佢 po 一條短嘅，勾起咗你興趣之後，下邊會有條 link 撳入去，就可以睇條10分鐘嘅 full video。咁所以其實佢有時候係做呢樣嘢，就係你碌完之後，其實係你想睇翻長片，即係其實佢有呢個作用。咁所以其實短影片同長影片係咪真係咁 contrast 咧？其實當然呢樣正方都冇 elaborate 啦，因為可能係我唔知係我睇得比較多 YouTube 可能係咁樣啦。咁但係我覺得即係反方亦都可以諗一諗呢個位置，因為你去到義父嘅時候，你嗰樣嘢個牽強就係牽強嘅點就係話，大家聯盟拍一啲好瘋狂嘅，其實佢哋都唔想㗎。小傳嘅其實佢哋係想拍長片，其實佢哋唔想拍 shorts 㗎。即係你係有個咁樣嘅講法，咁就令我覺得邊個同你講嘅咧？即係嘛？即係唔通情人父自己同你講嘅？即係你咪同我講啦！即係所以喺呢啲情況之下，我覺得呢啲論證上要小心嗰個唔好咁牽強。係啦，我覺得今次台下就冇乜嘢講。我覺得今次台下雙方都出得幾好啲台下，因為即係啲 QK 啊成日都出得幾好，咁所以台下係雙方都頗高分嘅。咁啊，偶爾1-2條就唔喺度講啦咁樣。咁但係 3D 咧，我就覺得咧，點解頭半段我會舉評判格嘅原因咧，就係因為我覺得雙方都我覺得特別係正方一開頭咧冇揀到自己，即係我咁樣講，我覺得前半段咧係反方贏嘅，但係後半段係正方贏，咁所以最尾自由定就打喎咁樣啦 OK。咁但係點解前半段係反方贏嘅原因咧，就係因為我覺得正方攞咗一個唔係咁有利你自己嘅戰場出嚟打 ，which is 錢啊！即係其實咧，你會發現咧，人哋係一個對比案，你係100%嘅嘛。咁你就純粹攞咗一個就係短視頻都賺到錢嘅 logic 出嚟，即係都係嗰個問題，即係佢賺到錢，但係人哋講緊係佢賺到更加多嘅錢。
即係都係嗰個 logic。所以如果你攞呢個出嚟打咧，你見到人哋係咁攞個100%嚟打你咧，就會有啲膠著。咁當然係咪冇得打咧？其實都唔係嘅，即係例如你講時間成本咁樣，即係呢啲位置又係我覺得唔應該出嘅位置咯。但係好簡單講一樣嘢，就係咧，你啱啱頭幾版咧，即係幫大家回憶一下，頭嗰幾版起身你就話啦，賺到8萬唔夠咩？起身800萬唔夠咩？跟住你就話唔係，咁佢而家係3個鐘一條，嗰個要10個鐘一條，咁而家時間成本你冇計咩？其實呢一個係唔係好應該出嘅。第一就係你首先你論證唔到個成本係幾多，你冇論證到嗰啲時間成本係幾多，你要計呢條數其實係非常複雜嘅數字，我係唔會計到俾你，因為我冇個電腦我唔識㗎嘛。但係 anyway 反方咧，其實如果喺呢個位置捉你，即係如果 3D 嘅情況去捉你而家就話，咁3個鐘整一條片，即係10個鐘可以整到3條 view，3條 view 8乘24，即係24萬800萬邊個多？咁我咁樣問你呢度，你明唔明我講咩？即係你呢啲講法要小心啲咯，所以就變咗我覺得你應該開翻自己最強嗰個戰場出嚟，就唔好攞啲你發覺好似俾人哋咬咗全場嗰個100%打佢都打唔到，你就唔好攞呢個出嚟打住。咁反而你後場嗰啲你打即係抄襲嗰啲，真講偷襲。所以講抄襲嗰啲其實你係打得幾好，即係你見到係對人哋係冇乜點樣去回應到你。咁所以我覺得喺揀 3D 戰場嗰方面，我覺得大家都可以即係留意一下。咁以上就係。感謝各位評判嘅寶貴意見，現在宣布賽果。先宣布本場比賽雙方完成嘅成就任務及打工。法方完成我嘅賽會，雙方可以確認已完成嘅任務成就及打工制度，賽後不設追訴。接着宣布本場比賽嘅自由辯論環節結果，賽果係2-0一票決，正方達成成就係咪嬲嘅話？跟住宣布本場比賽嘅最佳防下法辯論員為正方聖羅撒書院第2條法文蔡子元，以及反方英華書院第2條法文陳子良。接住落嚟係宣布本場比賽最佳辯論員，今場比賽最佳辯論員為正方聖羅撒書院第2副辯周考耀。其次宣布賽果，今日嘅辯題為短影片興起對網絡創作者利大於弊，正方為聖羅撒書院，反方為英華書院。今日嘅比賽賽果為3-0，由正方聖羅撒書院。最後公佈雙方喺今場比賽賽次所得到嘅分成，正方會得到11,326辯員，而反方會得到3,674辯員。今日嘅比賽嚟到呢度，再一次感謝3位評